布袋戏艺术黄文德伫顶个月过身，伊甲大兄黄文忠所创立的霹雳国际多媒体公司，即阵也伫收集伊在生进前的影像创作甲物品等等，伫国家电影中心替伊举办一个纪念展览，伫今仔日开幕啊！世事如棋，天苦不测，孝敬英雄啊！ 师傅搭配布袋戏艺术黄文德生前的配音人红啊，为北音财主黄文德的纪念展览开幕。黄文德伫6月12过身，霹雳国际多媒体公司即阵收集伊过去伫布袋戏界拍片的影像、创作甲物品等等，举办活动式的纪念展览，初6正式开幕。甲伊最近创立霹雳的大兄黄文忠，讲到这个小弟也是那后甜。这种所谓的有才人。 的人，这种国宝级的，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。一个人配音基本上是不容易的。那如果说多口配音，那就集大家的一个优点，那就不一定。但是我想，一人配音的这种最高境界，应该是落在我弟弟黄文哲的身上。讲到传承，霹雳表示，自去年开始就训练新一代的配音员。虽然可能要无多甲黄文德相比拼，但是配音是无问题，嘛当咧豆豆啊成长。因也当咧规划成立基金会，希望会使集合各界的力量，做伙推广布袋戏。生命是有限，但是精神是可以永续的，需要群策群力，单凭一家公司或几个人是不行的。 广招了这个有志之人呢，然后共同成立这个基金会，为我们台湾的布袋戏文化的推广来努力。总统蔡英文文化部长李英德也伫初5到展览现场参观致意。霹雳表示，除了展览，伫展期内也有数番真，诚实传说两出布袋戏电影伫各地重新放映，互各界追思北音财主黄文德。记者郭本长随新北报道。